他所賜的，有作使徒的，有作先知的，有作傳福音的，也有作牧養和教導的，為的是要裝備聖徒，去承擔聖工，建立基督的身體，直到我們眾人對神的兒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認識，可以長大成人，達到基督豐盛長成的身量，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騙人的手段，給異教之風搖撼，飄來飄去，卻要在愛中過誠實的生活，在各方面長進，達到基督的身量，他是教會的頭。全身靠着他，借着每一個關節的支持，照着每部分的功用，配合聯繫起來，使身體漸漸長大，在愛中建立自己。我哋仲係禱告。親愛天父，感謝你俾我哋可以喺你嘅殿中去敬拜你，求主你嘅聖靈喺我哋心中工作，帶領我哋進入一切嘅真理，讓我哋係可以信服你嘅話語，明白你嘅話語，亦都被你嘅話語激勵同埋受感動。求主你幫助我哋，願意去接受裝備，願意去承擔聖工，願意去愛中服侍，願意用愛心說誠實話，讓我哋一起整個身體去成長，長成基督嘅身量。我哋咁樣禱告係奉主名求，阿門。滿有基督長成嘅身量，咁我哋教會嘅主題呢，就係呢一個啦。我哋一齊讀好嗎？1、2、3，裝備成長齊服侍，互愛合一傳福音。咁喺今年全年裏面呢，就分別係有6次嘅講道係講關於呢個主題嘅。咁頭嗰2次其實都講過噶啦。咁第一就係裝備，第二就係成長。今日呢，就去到齊服侍呢樣嘢啦。serve 應該有 together 嘅。一齊嚟到可以服侍，咁跟住呢，我哋就可以互愛合一傳福音，齊服侍。點解咁重要呢？我哋呢，首先用少少嘅時間，1分鐘咁多嘅時間，同你身邊嘅弟兄姊妹嚟到去討論一下呢條嘅問題。就係你打算點樣去實踐我哋教會嘅主題呢？你最關注嘅係邊一部分呢？嗱，有提示㗎喺度啊，即係呢個就係主題啦。咁我哋而家同你身邊嘅朋友。嗱，關乎呢個主題，你諗下你點樣去實踐呢個主題出嚟喺呢個教會生活嗰度？用1分鐘嘅時間，爭取時間，快啲！點做先得㗎？你要做啲乜嘢？今晚從前後都可以嘅，前後左右，冇人嗰啲捉住佢，冇人嗰啲捉住佢。服侍，擔凳就係服侍啦，係嘅，仲有嘅，但係你最關注嘅係邊一部分啊？成長。好關注，好平衡嘅。好，而家返嚟先。嗱，最關注嘅嗰一部分係裝備嘅舉手，冇人舉手。好，係成長嘅舉手，成長有啲手啦，係啊，多咗好多手啊，係。仲有齊服侍嘅舉手，哇，好多服侍，互愛嘅舉手，佢直次都舉嘅，次次都舉嘅，個個都最關注咯。合一嘅舉手，仲有傳福音，個個都係嘅，係咪㗎？我諗最需要關注嘅，其實應該係成長嘅呢個部分。其他嗰啲部分呢，其實都係有助於成長嘅啊。咁雖然我哋好似好自私咁要成長，咁但係呢，其實成長長成基督豐滿嘅身量，即係有基督嘅樣式，係至關重要。因為咁樣我哋先至可以好好嘅服侍，同埋好好嘅廣傳福音。咁講到成長，大家要反省一下，問下自己，過去呢1年裏邊有冇成長到先？有，邊一方面呢？脾氣方面成長咗。
係啦，你要問下過去呢一年裏邊，你有冇比較有忍耐？有冇忍耐咗咧？有冇嚇？問下你老公就知道噶啦嚇。咁跟住咧，仲有冇少啲嘅憂慮咧？係啦，你嘅憂慮係咪少咗咧？過去呢一年裏邊有冇啊？仲有咧就係你嘅自私嚇，唔係應該係話你對人哋嘅自私有冇更加多嘅忍耐咧？成日都喺度翹住隻手講人哋，你哋個個都好自私，你好自私，你好自私咁樣嚇。呢一方面有冇一啲些少嘅改變到？有冇一啲嘅成長到咧？我哋每一個基督徒應當心中有一個異象，呢個異象最大嘅異象就係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呢首歌叫做《成為我異象》，Be Thou My Vision。應該就係我哋最渴慕嘅，想要達成嘅境界，就係面對面見到主，我哋能夠冇呢個嘅屬靈嘅疾病，我哋冇屬靈嘅軟弱，冇罪嘅沾污嚟到去可以反映出主嘅榮耀。主喺我哋日夜都應當居首位。當有咁樣嘅時候，我哋就比較能夠自然地反映出佢嘅樣式出嚟，就比較能夠可以好似呢個耶穌嘅講法係好樹結好果子，因為我哋同耶穌嘅關係親近，我哋連結於呢棵嘅樹，好嘅樹，我就能夠結出好嘅果子啦。咁要點樣先至可以做到呢？第一，我哋要有入有出喎。點解咁講呢？我哋咧一齊讀第11至12節，1、2、3。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嘅身體。嗱，喺講到有入有出之前呢，先讀呢一節嘅經文，就糾正一下我哋少少我哋嘅觀念。OK， 我哋知道咧，神所賜嘅係有使徒、先知、有傳福音嘅牧師同埋教師，呢個所謂嘅五重嘅職事。咁我哋而家今日大部分嘅保守福音派教會都會認為使徒同埋先知就喺我哋嘅新舊約嘅聖經裏邊就彰顯咗出嚟啦。先知就係舊約嘅教導，使徒就係新約嘅教導。一本整本嘅聖經就我哋就有使徒同埋先知嘅教訓啦。咁仲有傳福音的就專門就係做傳福音嘅工作噶啦嚇。咁然之後咧，仲有牧師同埋教師，而牧師同埋教師其實係一體兩面嘅。即係要做牧養嘅，就當然要教導啦；要教導，都當然要關埋牧養啦。咁所以嘅原文其實嗰個字義，其實嗰個字嘅結構係一體兩面，即係一職喺兩個方面嘅。咁即係我而家呢個位置啦嚇。咁仲有所有嘅讀緊神學嘅，準備要成為傳道人嘅，都係呢個位置。咁仲有啲嘅可以大職侍奉嘅，即係受過裝備嘅，而家讀緊 part time 神學嘅嗰啲嘅。同埋有啲已經讀完 part-time 神學嘅嗰啲嘅，仲係讀道學碩士畢業嗰啲嘅，咁就更加應當可以擔當多少少牧師同埋教師嘅職份啦。邊個啊？知邊個啊？你做乜否認啊？你擰曬頭咁樣嘅。係啦，咁所以咧嗱，呢五重嘅職份，咁基本上你就會知道係關於教導性嘅，或者係神特別去揀選佢一啲嘅人去做一個即係專職嘅牧師嘅。咁但係仲有，咁我哋平信徒點算咧？咁就第12節啦，就要成全聖徒。咁即係話頭先即係使徒、先知、傳福音、牧師、教師嗰啲，就要去成全聖徒。咩叫成全聖徒咧 ？Equip 即係裝備聖徒，係咪？裝備聖徒，邊個聖徒啊？邊個聖徒？邊個？你哋咯。信耶穌嘅就係聖徒啦。OK， 信耶穌嘅就係聖徒，即係裝備你哋啦，各盡其職。建立基督嘅身體，咁呢度咧各盡其職，你睇過英文嘅 ESV， The work of ministry， 即係事工嘅工作係咪？即係話做聖工嘅，或者係要完成聖工，或者有啲嘅翻譯係可以咁做啊，即係做神聖嘅工作，做主嘅工作，係邊個做嘅？係聖徒做嘅。邊個係聖徒？我自己咁樣指住自己，我同埋大家一齊。係啦，去做好神聖嘅工作，即係神所俾我哋嘅職事，我哋嘅職份。為咗要做啲達到咩目的呢？就係要建立基督嘅身體。咩叫建立基督嘅身體呢？基督明明就而家已經復活身體喺天上噶嘛。咁邊個係基督嘅身體啊？就係我哋啦。教會就係基督嘅身體，即係我哋每一個基督徒，我哋要被建立。咁建立即係咩意思啊？我已經係長大成人高定咗噶咯，已經。一齊讀第33節，1、2、3。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嘅身量嚇。一個重點，要長大成人嘅就要喺真道上邊同歸於一 ，Unity of the faith 即係個真道，即係點解咧？
咁就話唔係我哋要所有嘅即係點講啊？基督教裏邊嘅所有嘅教訓、所有嘅聖經嘅經文都要有同一個認識即係大家可能有啲嘅地方係唔同嘅睇法嘅。咁但係喺呢個真道上邊咧，即係話喺最基要嘅真理裏邊，特別係講緊福音，即係耶穌基督恩典嘅福音、因信稱義嘅福音，呢啲嘅最根本嘅道理裏邊我哋係要一致嘅。咁然之後認識神嘅兒子，呢個認識唔單止係頭腦或者係知識上面嘅認識，聖經講到認識嘅時候咧，係一個關係上面嘅親密關係嘅認識認識神嘅兒子，即係耶穌基督，即係可以同佢有好親密嘅關係，好認識佢，你好想，即係你好能夠去反映出佢嘅樣式出嚟嘅，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嘅身量，亦都係同樣嘅概念，就係我哋能夠反映基督嘅樣式出嚟，即係我哋以基督為我哋嘅異象，我哋同佢親近，我哋咧就越嚟越認識佢，越深嘅認識，我哋越能夠反映佢嘅性情出嚟，佢嘅品格出嚟，咁呢個就係要長成基督嘅身量啦。咁做呢個工作或者幫助我哋建立呢個嘅生命嘅係邊個做㗎？係邊個做啊？係聖徒做嘅，即係基督徒做嘅，即係弟兄姊妹，你哋彼此之間係有責任要幫助大家一齊去成長。你要幫助佢，佢要幫助你，你要幫助你老公，你要幫助你老公要幫助做翻你一齊去成長，讓我哋可以得以建立。咁我哋要做啲咩呢？即係做傳道人啦、讀過神學啊嗰啲做啲咩呢？就係要裝備你啦，即係會幫助你去用你嘅恩賜，俾一啲嘅頭腦上邊啦、知識上邊啦，或者屬靈經驗上邊啦，或者鼓勵方面啦、安慰你啦，等你可以願意能夠去用神所俾你嘅恩賜嚟到去彼此建立，一齊可以去成長。我哋知道呢，我哋要喺真道上面同歸於一，要長滿基督嘅身量，反映出基督嘅樣式出嚟。咁跟住喺第14節咧就講到有負面嘅方面，所謂嘅負面嘅方面咧，就即係話我哋要長成基督嘅身量嘅時候咧，就可以唔會點樣啦，就可以避免點樣啦。我哋一齊讀第14節，1、2、3，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係啦，就唔再作小孩子。小孩子係唔成熟嘅，小孩子喺真理上邊亦都係有無知或者係唔能夠去充分嘅認識嘅，就會中了人嘅詭計，即係話中了人咧。特別喺以弗所書啊，或者保羅嘅其他嘅書信方面咧，就係通常係講緊假嘅即係假嘅使徒啦，或者係假嘅教導啦嗰啲嘅詭計，就帶嚟嘅係異端邪說等等啦嘅欺騙嘅法術，即係欺騙我哋去偏離真道嘅，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讓我哋嘅信仰唔純正，讓我哋搖動隨從各樣嘅異端，讓我哋嘅思想唔能夠按照神嘅真理去思想，讓我哋理解呢個世界唔能夠按照神嘅世界觀嚟到去理解呢個世界，讓我哋唔能夠可以喺真道上面同歸於一，唔能夠生命可以有好嘅合乎真理嘅成長。咁我哋要點樣做先得呢？就係有入有出啦。第一就要有入，有入嘅咩意思呢？就係我哋而家有所做緊嘅，你有呢個正常嘅教會嘅生活，你要揀一間合乎正統信仰、福音嘅信仰嘅教會，即係講台上邊要去解釋神嘅真理嘅、講真道嘅、合乎各樣嘅教義嘅等等嘅教會嚟到去參加崇拜，一齊喺一班人一齊咁樣嚟到去聽道，一班人一齊咁嚟到去追求成長。咁呢個係有入。咁但係唔係淨係聽道嘅仲要有啲嘅小組，或者係一個團契嘅生活，即係話有啲嘅幾個嘅弟兄姊妹，一個更加近距離嘅、更加全面認識嘅一種嘅相交嘅生活呢一種生活亦都係以聖經嘅話語為基礎嘅，我哋要用神嘅真理嚟到去彼此牧養、彼此鼓勵所以咧，我哋係可以有小組，可以有實體，可以有網上，或者係咧網上有好多唔同嘅活動都某程度上可以做到呢個功用咁我哋要選擇或者係要去主動去參與呢啲嘅小組，讓我哋咧可以透過呢啲嘅小組，可以透過團契嘅活動嚟到去彼此激勵、彼此教導、彼此嚟到去牧養，一齊去追求長成基督嘅身量。呢個就係至關重要。我哋係要成長，我哋要不斷嘅成長，反映出主嘅樣式出嚟。記唔記得上一次2個禮拜之前我講嘅係呢個嘅婚姻同埋約會即係呢個婚姻係一個熔爐嚟噶嘛？呢個熔爐裏邊咧就會將你哋啲渣滓咧就浮晒喺面噶嘛。呢啲渣滓浮晒喺面，即係要點樣咧？我哋要彼此幫助，剝走呢啲渣滓，讓你嘅生命剩翻嘅係純正嘅金屬，精金一樣咁寶貴。
我哋嘅教會生活其實都要有呢個功用喺度，讓我哋彼此可以去掉嗰啲唔合神心意嘅事情，唔合神心意嘅心態，去掉一切罪嘅玷污，然之後我哋剩翻嘅就如精金一樣咁寶貴。所以我哋要有入，有神嘅話語教導，我哋亦都要有出。咁呢個出係點樣出發呢？就係透過團契嘅生活，透過我哋彼此嘅相交，透過我哋彼此嘅牧養，透過我哋彼此嘅教導。所以一定要係有多少團契嘅生活，近距離嘅，讓我哋經常可以去見得到對方嘅，讓我哋有機會去關心到對方嘅，讓我哋有機會有啲事一齊係做嘅，咁先至可以。因為我哋係一個身體裏邊嘅唔同嘅肢體。我哋讀哥林多前書12章14至18節，1、2、3。身子原不是一個肢體，乃是許多肢體。說我不是手，所以不屬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切若以說我不是眼，所以不屬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若全身是眼，從哪裏聽息呢？若全身是耳，從哪裏聞味呢？但如今神隨自己的意思，把肢體居各安排在身上了。我哋每一個都係神嘅身體嘅一部分，都係佢嘅肢體。我哋每一個都有唔同嘅功用，神賜俾我哋唔同嘅恩賜，讓我哋可以有唔同嘅服侍，有唔同嘅功用。而整個肢體嘅每一部分都係重要嘅。我哋唔能夠同隻腳趾尾講話，你實在太唔顯眼啦，切咗你得唔得啊？唔得嘅，因為你身體嘅一部分，你係好在乎呢樣嘢嘅。所以我哋要有呢個概念，我哋係神嘅肢體，我哋係一個身體，我哋嘅頭係我哋嘅主耶穌基督，我哋彼此係聯絡喺埋一齊。我哋一個人有軟弱，就整體都會軟弱；一個人強壯，就可以影響到整體。所以我哋每一個都要按照神俾我哋嘅恩賜嚟到去彼此去服侍，去追求大家一起去成長。我哋有正常嘅教會生活，我哋要禱告，我哋要敬拜，我哋要認罪，我哋要有團契，我哋要識得點樣去服侍，我哋識得感恩。我哋再一次讀提摩太3章16至17節，1、2、3。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要屬神的人得以完全，行各樣的善事。呢一句就係講緊聖經係乜嘢嚟嘅？係神所默示嘅，係聖靈呼吸入去嘅，係神佢自己嘅説話嚟嘅。讓我哋有4點：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呢個事情上邊都係有益嘅。我哋要有入有出。入就係你係要聽道，你係要讀經，你係要去參加查經班，各樣入嘅嘢，然之後你都要有出。你要喺團契裏邊，喺弟兄姊妹嘅關係裏邊有彼此教導、彼此牧養嘅呢個角色。但係最緊要嘅都係要以神嘅話語為中心。所以我哋要對神嘅話語要去認真，要去理解，因為神嘅話語係充足嘅，能夠幫助到我哋各方面喺呢個世界上邊要點樣去榮耀神，點樣去信服神。第一方面就係教訓，我哋要知道神嘅話語係充滿住教訓嘅。呢個教訓英文嘅譯本係話 doctrine， 即係教義。教義即係點解呢？就即係話對整本聖經一個系統嘅理解。所以每一個基督徒就其實都應當讀下神學嘅，唔係一定要讀傳道人嗰隻道學碩士嗰種，但係某程度上都要對整本聖經有一個有系統嘅理解。因為如果係冇嘅話，就會被異教之風讓我哋搖撼㗎啦。呢個人講呢一套，嗰個人講呢一套，然之後你就自己唔知自己信乜嘢㗎啦。而整本聖經每一個課題，如果我哋都有一個比較全面嘅理解嘅時候呢，我哋嘅信仰就比較能夠站立得穩啦。仲有我哋好多基督徒嗰種嘅信仰係點樣嘅呢？好似有冇食過呢個 Fortune's Cookie 係嘛？喺英國好多餐館好興嘅 Fortune's Cookie 喺裏邊有一張紙，咁嗰張紙呢就係一句説話，就係鼓舞性嘅説話嚟嘅，好似心靈雞湯咁樣嘅。咁但係我哋基督徒有基督徒嗰個版本嘅，有一節經文咁樣嚇。咁樣有一節經文提醒下你都好嘅，咁但係如果你只係讀呢啲咁樣嘅一節一節嘅經文嘅時候呢，咁你嘅信仰係唔能夠好好嘅被建立起上嚟，因為得一節嘅經文係點講呢？即係話你冇前文冇下理，你隨住你自己嘅幻想就覺得佢係咩意思就咩意思啦。咁於是乎呢，其實我哋唔係能夠真正明白神嘅意思嘅。咁有教訓啦，有督責啦，督責就可以講係責備咁嘅意思啦。我哋見到呢個大衛王犯咗罪之後。然之後咧，犯咗奸淫、犯咗謀殺之後，拿單先知去到佢面前，同佢講咗個故事，話佢咧
就係嗰個好似一個富戶，有好多嘅牛羊，然之後咧就竟然有客人嚟揾佢嘅時候，就去咗嗰個窮戶得一隻母羊羔嗰隻嚇，嗰個窮戶咧日夜同嗰隻母羊羔喺埋一齊食飯，一齊瞓，當佢女兒一樣。然之後佢竟然唔捨得殺佢自己嘅嗰啲嘅動物，去招呼客人，去搶咗呢一個嘅窮戶嘅嗰隻唯一一隻好似女兒嘅小母羊羔嚟到招呼佢嘅客人。於是乎，大衛聽到呢個故事之後就義憤填膺，然之後就好憤怒咁樣話：我指住永活嘅上帝講，呢個人該死！然之後咧，拿單先知就話：你就是那人，應該係咁嘅語氣，我唔肯定。但係呢個就係督責或者係責備。我哋彼此之間能唔能夠咁樣咧？好難，我都做唔到。或者可以溫柔啲嘅版本咁樣係，哎呀你犯咗罪啊！係啦，咁各人有各人自己嘅自由，係咪？神俾智慧你去點樣去講，但係要有呢個角色，有呢個功用喺度，因為我哋嘅傾向係會犯罪，係以自我為中心，而神要我哋改變反映主嘅樣式，所以必定係需要有責備、有督責嘅成分。咁樣咧就勸人歸正或者使人歸正，呢個咧就係悔改嘅觀念，回到上帝嘅道路當中。歸正或者係悔改就係180度嘅轉變。本來你行緊係一個自我中心，為咗滿足自己嘅慾望大過一切嘅道路，然之後你願意認罪、願意悔改，180度轉去另外一個方向。我願意為主而活，我願意行主嘅道路，我唔願意過一個自我為中心嘅生活。咁樣行對面，即係180度嗰個方向。我哋追求嘅係要去成長，同埋咧教導人學義，或者訓練人學義，就即係話我哋要實質上去行神嘅道出嚟。我要點樣去應用神嘅道理喺我身上？神要我去饒恕我嘅丈夫，饒恕我嘅太太，我要點樣去實行出嚟咧？我而家饒恕唔到，求神你幫助我，求借住弟兄姊妹俾我一啲嘅幫助，俾一啲嘅參考，亦都俾我一啲嘅鼓勵，讓我係可以一步一步嘅可以拿去自己心裏邊嘅一啲嘅苦毒，一步一步嘅咁嚟到去有主願意饒恕、願意憐憫嘅樣式。我哋知道好樹結好果子，壞樹結壞果子，從我哋嘅果子就可以認出樹嚟。當我哋見到自己有壞果子嘅跡象嘅時候，我哋要翻去耶穌基督嘅恩典嘅福音，讓我哋知道靠住耶穌基督嘅寶血，我哋所有嘅罪都得到赦免，我哋完全被上帝嘅接納，我哋永遠喺佢家中作為佢嘅兒女，係充滿佢嘅愛，充滿安全感。咁恩典嘅福音可以俾到我哋而家嘅生活有啲咩影響呢？我哋而家用1分鐘嘅時間再討論一下恩典嘅福音，完全借住耶穌基督為你十字架上邊得救嘅呢個福音，對你而家嘅生活、日常生活有啲咩影響咧？諗下，傾下，1分鐘，盡快傾下，有啲咩影響？你成日傳福音㗎，傳福音之後有咩用啫？對你今日嘅生活，對你今日嘅生活有咩用？信嚟做乜鬼？生活同耶穌嘅福音有咩關係？試下啦，講下。有咩關係咧？個個人唔同㗎，即係個個人個生活都唔同㗎嘛，係咪？好，翻來，係啦。對我哋今日嘅生活有咩影響呢？恩典嘅福音應當影響好多方面嘅。對同翻我哋嘅以弗所書4章11至16節嘅呢段經文有乜嘢關係呢？我哋再讀一次呢一節13節，1、2、3，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嘅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嘅身量。真道上同歸於一，就即係話起碼嘅意思就係喺最基要嘅真理裏邊，我哋有一致嘅認識。而呢個基要嘅真理就係因信稱義，或者係唯獨靠恩典得救嘅福音。
咁呢一個有啲咩咁重要呢？就係因為我哋必須要有唯獨恩典得救嘅福音，或者係叫做因信稱義嘅福音，我哋先至能夠真正嘅長大成人，我哋先至能夠去正確咁樣去認識耶穌基督。點解呢？因信稱義嘅福音個核心係乜嘢呢？係咪？呢一節聖經嘅英文就係哥林多後書5章21節，係神使那有罪的成為冇罪的，使我們在他裏邊成為神的義。就即係話冇罪的係邊個呢？就係耶穌基督。成為有罪的，咁嗰啲罪喺邊度嚟呢？就係從我哋呢啲犯咗罪嘅罪人身上嚟嘅。我哋因為相信佢，我哋嘅罪過咗俾耶穌，而耶穌將佢本身有補犯罪嘅完美嘅生命嘅義過咗俾我哋，讓我哋透過信心與佢連結，我哋就喺佢裏邊 in him 就成為神的義了。咁呢個係好抽象啦，又或者好理論性啦。咁同我哋嘅生命有啲咩關係呢？你只有信呢個福音，因信稱義嘅福音，唯獨靠恩典，唔係靠你嘅行為，唔係靠你做得任何嘅嘢嘅福音，你先至能夠真正成長，你先至能夠真正愛上帝，去榮耀上帝。如果唔係嘅話，你只會有表面上有一個敬虔嘅外表，而內心上你從來都係為自己而活。點解呢？我哋講清楚，同宗教嘅分別係乜嘢？宗教嘅分別係乜嘢啊？宗教一般嚟講，佢點樣先至可以上天堂啊？就要靠你嘅行為，靠你做好嘅事情，靠你有一個好嘅品格等等嚇。呢啲好嘅事情，你夠好人啦，就可以上天堂。嗰個動力係乜嘢呢？就係棍棒同埋蘿蔔。即係話，如果你做得唔好嘅話，你就落地獄，你就會被懲罰。如果你做得好嘅話，咁你就有紅蘿蔔，你就可以有獎賞。呢個就係一般宗教嘅觀念，而我哋所相信嘅因信稱義嘅福音，同呢個觀念係相反嘅，完全係對立嘅。因為呢個係靠住你嘅恐懼，同埋俾一啲嘅好處你，讓你可以願意相信呢一套嘅道理。係嘅動機係恐懼。如果攞呢個恐懼攞走咗啦，因信稱義嘅福音，而家唔使乜都唔使做就可以上天堂啦。而家咧乜都唔使，因為完全唔係睇你做到啲乜嘢嘛，完全唔係睇你係咪好人可以上天堂啊嘛。咁嘅話，咁我哋仲有啲乜嘢動力去做好人呢？呢個又另外一個討論嘅問題啊嚇。你嘅動力就係好多人係提出因信稱義福音嘅質疑，就係咁講。咁我做乜要好人呢？咁咪個個都可以放肆咯，係咪可以隨便犯罪咪得咯？咁樣信耶穌咁咪得咯？咁然之後做一世嘅壞人，然之後信耶穌咁就可以得救啦？咁咪好唔公平？咁我要問嘅就係你本來呢一個嘅動力就係棍棒同埋蘿蔔。OK， 如果係棍棒同埋蘿蔔要恐嚇你因為驚落地獄，驚得唔到神嘅祝福去做好人嘅話，又或者係嗰個蘿蔔，因為你想上天堂，因為有好嘅獎賞，所以你要做好人，先至可以上天堂嘅話，咁樣嘅話，我要問你，你係為邊個去做嘅？你其實係為自己去做嘅。如果你係為自己去做嘅，基本上係一個自私嘅行為，而一個自私嘅行為唔係愛神嘅表現，唔係真正嘅善，唔係一個義人嘅表現。所以基本上你表面上做好多好人嘅工作，做到全世界係最好嗰一人，最大嘅犧牲等等都好，你基本上都係為自己去做，你係做一個自私嘅行為，係唔能夠使你賺取到天堂嘅門票嘅。所以基本上都係唔得嘅。你係做一個，你嘅動機係出於自私，而只有唯獨靠恩典因信稱義嘅福音，使你嘅心被改變起上嚟。因為你一切嘅罪都被耶穌基督為你代替你喺十字架上面受咗刑罰，受咗審判。你嘅心被感動，你嘅心被軟化，你嘅心被改變。於是乎你充滿嘅乜嘢？唔係充滿恐懼，亦都唔係充滿想得到獎賞。你嘅心裏邊所充滿嘅係感恩同埋喜樂，感謝耶穌，我而家被神所愛，感謝耶穌，我已經得到赦免，感謝耶穌，我而家唔需要靠住好行為先至可以得到神嘅接納，所以得到神嘅獎賞，一切屬於主耶穌嘅獎賞，佢喺主耶穌基督裏邊，相信佢賜俾我，充滿感恩，充滿喜樂，於是乎你就唔再需要為自己而活，唔再需要為自己去做所有嘅嘢。你而家想要嘅就係為主而活，想要嘅就係為咗會榮耀主。你想要做好人，你想要表現出主嘅樣式出嚟，你想要好似主咁有忍耐，因為因信稱義嘅福音，耶穌基督為咗你嘅罪死喺十字架上面。
你想要服侍，唔係因為你而家可以得到天堂，唔係因為你唔做嘅話，咁你就唔得救，而係因為你想要似你嘅主耶穌基督，你嘅生命已經係屬於佢啦。最後一點，彼此服侍。我哋知道耶穌基督為佢嘅門徒洗腳，係咪？咁洗腳係污糟邋遢、好臭咁樣。咁但係咧，耶穌仲叫點啊？我哋一齊讀1、2、3。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我給你們做了榜樣，叫你們照着我向你所做的去做。好，咁我哋都要彼此洗腳。咁我哋而家又用1分鐘嘅時間講下乜嘢叫做彼此洗腳嘅意思係乜嘢，同埋我哋就可以點樣互洗啊？點樣互洗啊？用漂白水。乜嘢叫做彼此洗腳咧？你點樣互洗咧？首先戴翻個口罩先。我哋可以沖完涼先洗。好，我哋而家翻嚟啊！一陣間咧完咗之後，仲有機會分享嘅。OK， 彼此洗腳。咁喺約翰福音13章裏邊嘅 context 就係耶穌為門徒洗腳，係咪？然之後咧就彼得就話唔得嘅，你點可以同我洗腳？咁跟住咧耶穌就同佢講：如果你唔俾我洗嘅話咧，你就與我無份㗎啦。咁跟住啊彼得就話：我全身都俾你洗晒咁樣。咁跟住咧嗰個對話當中，其實就顯示洗腳係咩意義咧？咁當然係有我哋都熟悉嘅，就係要謙卑自己，係咪？願意去做一啲係比較厭惡性嘅，所以服侍即係服侍人嘅需要啦，係願意去謙卑自己，就算係有啲咁厭惡性嘅嘅犧牲，我哋都願意去做咁樣啦。咁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元素，我哋好多時候忽略嘅，就係洗腳係象徵住屬靈嘅潔淨。耶穌借住洗腳話俾佢知，佢要點樣去自我犧牲，願意為咗佢嘅罪死喺十字架上邊，讓佢嘅門徒嘅罪得到完全嘅潔淨。呢個潔淨嘅功能，我哋係費事係忽略咗嘅。所以我哋彼此洗腳嘅時候，我哋唔單止淨係要去彼此做一啲嘅雖然係厭惡性少少啦、污糟少少啦，都願意去服侍啦，而係咧更加嘅係諗到對方我哋弟兄姊妹之間嘅屬靈嘅需要。我哋屬靈上邊係需要潔淨，保持聖潔，我哋要成長，我哋要喺愛心裏邊，喺我哋嘅生命裏邊係有主嘅樣式，我哋要去彼此牧養，另外可以咁講，有呢個元素喺裏邊嚟到去服侍。我哋再讀15節，1、2、3，唯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遇上基督啦。呢個就係我哋要去做嘅，就喺4章嗰度講到嚇。就係用愛心說誠實話，或者用愛心說真理嚇，講出真理係誠實嘅説話，讓我哋透過話語嘅服侍，可以咁講嚟到去成長。呢個話語嘅服侍就係用講嘅，係嘛？你就係要講嘅嘢係合乎神嘅真理，特別係講到要彼此提醒嘅就係因信稱義嘅福音。
因為因信稱義嘅福音影響我哋整個生命，由基礎開始影響起。我哋嘅基礎係點講呢？我哋嘅身份、自我身份認同。如果冇咗耶穌基督嘅福音嘅話，你就同世人一樣。I am how I feel， 我感覺自己係乜嘢就乜嘢咯，或者係我自己嘅才幹，我自己嘅能力係啲乜嘢，我就係咁樣嘅身份。你如果由細到大做運動好叻，你就係一個運動員等等；你由細到大讀書好叻，你就係一個學霸等等。呢啲都係我哋透過我哋嘅表現，透過我哋嘅專長，透過一啲嘅特質嚟賜俾自己嘅嗰一個身份。但係當我哋信咗耶穌之後，我哋透過恩典嘅福音，我哋有一個身份嘅徹底改變，或者係徹底扭轉。你係學霸嘅身份，你係運動員嘅身份，唔係你最根本嘅身份，而最根本嘅身份就係我哋喺基督裏嘅身份。咩叫喺基督裏嘅身份呢？有好多樣嘢，即係好多樣嘢嘅聖經裏邊嚇。如果包括我哋係新造嘅人啦，包括我哋被神所愛嘅兒女啦，包括我哋係天國嘅子民啦，包括我哋係神嘅僕人啦，包括我哋係神嘅殿等等，包括我哋係神嘅傑作，神手中所做嘅珍貴嘅作品等等啊！呢一啲都係我哋喺基督裏邊，因為恩典福音而嚟嘅新嘅更加徹底嘅身份。而呢一啲嘅身份，我哋係需要不斷被提醒嘅，我哋係不斷被教導嘅，讓我哋真正能夠喺我哋嘅意念中間，喺我哋嘅整個思想，喺我哋嘅情緒，喺我哋嘅意志，喺我哋嘅整個生命中間，去活出呢個身份出嚟。咁所以我哋要用愛心說誠實話，用愛心說真理。我哋用話語去服侍，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就係講去提醒，用福音嘅真理提醒大家，我哋而家有嘅新嘅身份係啲乜嘢嘢。特別係年輕人 teenager 嘅時候，係一個身份嘅焦慮嘅時候，係好害怕自己究竟係邊一個，因為呢個世界上邊教佢嘅用唔同嘅方法得到自己嘅身份，好典型嘅，尤其是係女仔，我要有人愛我，有男仔愛我，有人追我，我有一個好嘅男朋友等等，我先至係 somebody。如果唔係嘅話，我就係 nobody 啦，我係乜嘢價值都冇，我係唔值得一物，我係唔值得被人愛㗎等等嚇，呢一啲嘅焦慮感都出晒嚟。因為喺錯誤嘅地方要嘗試去建立真正 secure 有安全感嘅身份，所以喺呢個時候，我哋作為基督徒嘅父母，我哋要用耶穌基督嘅福音嚟到去，唔單止係傳福音俾佢，要去相信耶穌，然之後決咗志就算，然之後，但係我哋係要去提醒佢，我哋喺耶穌基督裏邊一個更加徹底嘅身份，因為相信耶穌基督嘅緣故，你係徹底被愛、完全嘅接納，你係神眼中嘅同人，你係神非常之有價值嘅嗰一位嘅兒女。我哋要用新嘅身份去取代舊嘅身份，我哋要用耶穌基督嘅福音去彼此提醒。仲有我哋成年人都係嘅，整個世界話俾我哋知係啲乜嘢？我哋嘅事業、我哋嘅成就代表我嘅身份，係嘛？你係邊一個？你係咩人？你就用你嘅事業嚟去界定你自己。咁所以如果你嘅事業有啲咩問題唔能夠繼續嘅時候，你就有一個身份嘅危機，就係唔知道自己係邊一個。但係一個因信稱義、靠耶穌基督嘅福音得救嘅基督徒，有一個更加根本徹底嘅身份。即使我而家冇咗事業、冇咗呢個身份，但係最緊要嘅、最根本嘅身份，就係我係上帝嘅兒女，我係神手中嘅傑作，我係神所收納嘅兒女，我係天上嘅國民，我係有永王子公主嘅身份。呢一啲嘅更加根本嘅身份，就會成為我哋心裏邊嘅底氣。又或者係我哋心裏邊嘅一個根基，讓我哋係可以能夠平安嚟到去面對其他嘅身份。雖然可能係冇咗，或者係逐漸咧受到損害都好，我哋都可以滿有感恩、滿有盼望咁面對我哋每一日嘅日子。我哋要用愛心說誠實話，用愛心說真理，包括對對方一啲嘅肯定嘅行為，肯定對方，即係我哋彼此之間嘅生命可以彰顯主嘅樣式嘅時候，我哋要俾對方一啲肯定，肯定即係俾 like， 即係俾個心心佢。然之後咧就話俾你知，你做得好，你行得好，你顯出基督嘅樣式出嚟，你係好嘅，因為咧顯出主正在你身上邊工作。我哋要反映主嘅樣式出嚟啦。咁主係咩樣式先得㗎？最簡單嘅，我上次提過嘅，即係呢個婚姻同埋呢個約會嗰度提過嘅，就係聖靈嘅果子，係咪？聖靈嘅果子有乜嘢啊？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嗱，聽我講到聽過好多次啦，俾個新嘅 list 嚟，唔係聖靈嘅果子，就係大家都熟悉嘅，就係愛啦。
就係、哥林多前書13章4至8節。有時我哋唱詩歌嘅時候咧，都唱過，都可以背得到嘅。嗱，有另外一個 list， 我希望大家咧係可以記得先，咁然之後咧就慢慢可以揾到一啲嘅跡象喺你嘅身邊嘅人身上嘅時候，我哋就學習去肯定佢。我哋一齊讀一次：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好，有咁多樣嘢係咪？愛有好多個唔同嘅部分係咪？我哋只要發現我哋身邊嘅弟兄姊妹或者你自己嘅兒女有少少呢啲嘅跡象嘅時候，我哋用愛心說誠實話，我哋肯定佢，鼓勵佢。肯定鼓勵有啲咩作用啊？就讓佢更加會 repeat 呢一樣嘢，重複嚟到彰顯主嘅愛出嚟，係咪？讓佢更加願意去，因為覺得係有好嘅回饋啊嘛。咁當佢願意去彰顯主嘅愛嘅時候，咁自然地就會願意去遠離罪惡，遠離同愛相反嘅嘢。我哋大部分嘅 interaction，我哋嘅互動都應當係多啲嘅肯定，多啲嘅鼓勵。呢一方面我自己都要好好嘅學習，即係我自己都係一個香港華人嘅背景家庭長大嘅。父母可能唔係對我即係咁多成日都肯定，成日都鼓勵咁樣嚇，可能係負面嘅可能會比較多。我哋要故意扭轉過嚟，所以我哋要學習點樣去肯定。尤其是我哋嘅年輕人 teenager 係咪？佢哋更加需要我哋多啲嘅鼓勵同埋肯定。喺屬靈嘅成長上邊，我哋要識得去點樣去鼓勵。咁我就將呢個嘅 love 即係愛呢樣嘢嚇，咁多樣嘢啦嚇，我就問 ChatGPT 點樣咧可以講啲鼓勵嘅説話？咁佢俾咗好多嘅 suggestion 我。就係 for teenager 嘅 for 10幾歲嘅，咁我發現咧大人都係好啱嘅，我覺得嚇，咁可以俾你一個少少嘅參考，每一個部分有一句啊，呢個 PowerPoint 咧我亦都會 send 出嚟嘅。OK， 我哋而家愛是恒久忍耐啊，我哋點樣去鼓勵我哋身邊嘅人，特別係年輕人咧，我哋一齊讀出嚟咯，1、2、3。我看到你在別人遲到嘅時候沒有生氣，耐心等候，咁真係愛嘅表現啦。嗱，呢啲我哋覺得係習以為常嘅，覺得係冇乜需要表揚嘅事情嚇。我哋盡量可以揾出啲值得表揚嘅地方，俾個 like， 俾個心心佢，顯出呢個係愛嘅表現，讓佢願意去 repeat 呢一樣嘢，好唔好？第二，又有恩慈，我哋一齊讀1、2、3。你幫助嗰位心情低落嘅同學，真係好體貼又溫柔啊！我哋要肯定佢係貼心，肯定佢溫柔，只要佢顯出少少呢啲嘅跡象出嚟嚇。我哋要把握機會。呢個我都要好好嘅學習。第三就係愛是不嫉妒，我哋一齊讀1、2、3。你為拿獎嘅朋友感到開心，完全冇妒忌，真係好好嘛。係啦，你唔會妒忌人，其實值得表揚，因為呢個愛是不嫉妒係出於神嘅愛嚟㗎。我哋一齊讀愛是不自誇，1、2、3。你表現得咁好，冇炫耀，真係有愛同埋謙卑嘅心啊！冇炫耀，你就可以讚佢謙卑㗎啦，你就可以讚佢有愛㗎啦，讓佢願意去 repeat 呢一樣嘢，好唔好？我哋再讀不張狂，1、2、3。你不管對誰都一樣尊重，咁樣嘅態度真係充滿愛心啊！嗱，尊重有時唔係真係理所當然㗎嚇，我哋揾得出佢哋對一啲如果平常冇咁尊重嘅人都顯出尊重嘅態度嘅時候，盡量去肯定佢。我哋一齊讀不作害羞嘅事，1、2、3。我注意到你沒有嘲笑犯錯嘅人，佢係好有禮貌，好可愛。係啊，你冇嘲笑都值得表揚㗎，俾個 like， 俾個讚，俾個讚你㗎。再嚟，不求自己嘅益處，1、2、3。你願意讓大家採納別人嘅意見，而不係堅持自己嘅，咁真係好體貼啦。唔堅持自己嘅意見，有時都係可以值得去表揚㗎。仲有不輕易發怒，1、2、3。即使情況令人煩躁，你還是保持冷靜同埋溫和，咁真係愛嘅表現啦。我哋唔好淨係識得指責人哋發脾氣，唔發脾氣嗰時候，其實就可以表揚一下㗎啦。咁讓我哋比較願意去保持住呢一種唔會輕易發怒嘅心情。仲有不計算人嘅惡，1、2、3。你很快就選擇原諒，沒有記恨，咁樣真係會讓人感到愛嘅自由啊！你原諒得咁快，冇記住呢啲嘅恨，咁真係讓人感受到愛嘅自由，係真愛啊！仲有不喜歡不義，1、2、3。你沒有為別人做錯嘅事而高興，因為你在乎正確嘅事，咁是真正嘅愛。
仲有只喜歡真理。當有人分享上帝喺佢生命中嘅作為嘅時候，你咁興奮，真係啊！仲有就係凡事包容，即使情況困難，你仍然沒有放棄朋友，咁係堅強嘅愛。仲有凡事相信，你選擇相信朋友嘅説法，而不是立刻和佢聯繫，係一種愛嘅信任。仲有凡事盼望，即使有人犯錯，你仍相信上帝能夠幫助佢成長，咁係一種充滿盼望嘅愛啊！凡事忍耐，即使事情係好困難，你仍然陪伴團隊並鼓勵大家，咁係真正嘅愛啊！最後，愛是永不止息，你一直都係穩定有真誠嘅朋友，咁樣持久嘅愛會讓人想起耶穌，即係同耶穌神嘅愛係關聯喺佢哋而家表現嘅一啲嘅愛嘅表現上面，讓佢哋知道呢一切嘅愛係似耶穌，我哋讓佢哋去渴慕個生命似耶穌。我哋做個禱告結束。親愛天父，感謝你俾我哋可以去被你嘅話語去提醒，讓我哋知道我哋對彼此嘅弟兄姊妹嘅生命係有屬靈生命嘅責任，讓我哋知道我哋係要完成去成功。求主你幫助我哋，讓我哋去願意接受裝備，願意接受教導，願意有入，亦都係有出。讓我哋咧可以喺彼此之間用愛心說誠實話，說出因信稱義嘅真理。讓我哋用福音嚟到去彼此牧養，讓我哋嘅心中裏邊係充滿咗主耶穌基督你嘅樣式，讓我哋咧滿有基督愛嘅豐盛。求主你每一日幫助我哋嚟到你嘅十字架前，知道我哋一切嘅罪都被你為我哋獻上自己，完全承擔，讓我哋知道我哋完全得到赦免，我哋喺你面前可以坦然無懼。求主你每幫助我哋每一日都充滿感恩，充滿喜樂。我哋出於我哋裏邊已經被你充滿嘅豐盛而願意去愛，願意去為你而活，願意為你做一切嘅事情，因為我哋願意嘅係彰顯主你嘅樣式。幫助我哋，讓我哋咧可以一齊一整體嘅長成基督你豐滿嘅身量。禱告奉主名求，阿門。